今個主日係繼續耶穌喺最後晚餐之中講嘅臨別贈言。經文可以喺若望福音14章15至21節裏面揾到，主要內容係圍繞着愛與信服嘅關係同埋聖神嘅應許。依家就聽聽耶穌點講。如果你們愛我，就要遵守我的命令。我也要求父，他必會賜給你們另一位護慰者，使他永遠與你們同在。他是世界所不能領受的真理之神，因為世界看不見他，也不認識他。你們卻認識他，因為他與你們同在，並在你們內。我決不留下你們做孤兒，我要回到你們這裏來。不久以後，世界就再看不見我，你們卻要看見我，因為我生活，你們也要生活。到那一天，你們便知道我在我父內，你們在我內，我也在你們內。接受我的命令而遵守的，便是愛我的人。誰愛我，我父也必愛他，我也要愛他，並將我自己顯示給他。簡單嚟講，呢段經文係耶穌俾門徒嘅定心丸，等佢哋知道，即使耶穌肉身離開，只要佢哋懷着愛去遵行天主嘅道，聖神就會住喺佢哋嘅心裏面，令到佢哋永遠唔會孤單，並且持續經歷與天主聖三、父、子、聖神之間嘅親密關係。